我覺得 animation 唔單止淨係可以喺一個 screen 度出現，而係可以 apply 到去即係世界上所有任何嘅物件或者一啲 issue 上邊。其實我本身喺大學嘅時候就讀 animation 嘅，即係同電腦動畫多啲。咁嗰陣時咧就接觸好多點樣用電腦去講故仔呢一件事啦。咁所以好自然我就可能對科技就會有多啲嘅興趣。我好中意啲 system 嘅嘢，即係無論係一個人工嘅 system 或者一個自然嘅 system 咧，我中意諗佢哋嗰個 system 入邊所有 component 嘅關係咯。然後我覺得好似每個 system 都會有一啲共通嘅概念，即係人類嘅 system 啊、社會嘅 system 啊、機械嘅 system 啊。咁我就好中意將呢啲 system 嘅概念互相交換去再諗我嘅 work。我發覺其實 system 入邊又有好多 subsystem， 跟住然後每個 system 入邊佢都有好多 conflict 喺入邊嘅，即係我每個 component 之間佢都會有一啲唔同嘅 interaction， 有好多唔同嘅 conflicts。入邊其實我係將一個機械嘅系統，一個 cybernetic 嘅 system， 去比喻一個社會嘅 system。咁一個 cybernetic 嘅 system， 佢嘅 component 入邊，譬如有每個機械組成嘅部分。跟住然後佢會有一樣嘢叫做feedback loop， 咁就係當一個 component 佢遇到外界嘅一啲環境嘅時候，佢會自身咁樣去調節自己嘅行為，跟住然後再希望達至一啲嘅效果。咁其實將嗰個作品 apply 翻落去嗰兩個作品咧，其實佢哋獨立都係兩個唔同嘅系統啦，但係其實佢哋都有各自嘅一啲高想達到咯。個細嘅機械人其實佢個高就係想執翻好啲嘢，個大嘅機械人佢係想撥翻開啲嘢。咁就係呢個不停變化嘅環境，其實就係對於嗰個系統嘅一啲反饋咯。咁佢就因為個環境唔同咗咯，所以我就要調節自己，互相影響，但係又同時間為翻自己嘅一個高去調節嘅一個行為。我覺得作為藝術家嘅角色係可能有陣時有啲似一個詩人咁樣，即係用一個旁敲側擊啲嘅方法去演繹嗰件事，但係令到人多啲關注咗嗰個議題啦。